士司機必學用八達通流動收款機開工小貼士。司機開工時，請先固定穩妥咁擺放好八達通流動收款機。你可以使用商用版八達通嘅的士司機套裝裏面提供嘅魔術貼，將部機貼穩喺司機椅背旁邊或者前座中間嘅空位。請將你嘅八達通或者手機放喺距離流動收款機遠啲嘅位置，避免收款時錯誤感應八達通。乘客付款時，請提醒乘客將成張八達通或者手機八達通放喺流動收款機嘅熒幕位置，維持幾秒，直到聽到一聲，熒幕會顯示交易完成。同時，司機你嘅商用版八達通 App 亦會顯示呢個成功交易嘅版面，方便你核對。如果流動收款機熒幕顯示呢個畫面，即係交易未能完成，請指示乘客用返同一張八達通重拍一次，直至聽到一聲，熒幕顯示交易完成為止。就係咁簡單。固定好部機，指導乘客一拍即付，交易即時完成。每日收工仲可以即時將收款入落八達通，或透過轉數快轉賬至銀行，等你密密手接多幾支大旗。